手机餐饮业者对民国1801年举办嘉福里堂圣诞餐宴，到今年已经迈入第11档。今年总共邀请60位孩童参加。活动当中，除了提供每一位孩童拢会用来响应烧烫烫的佳肴，更加邀请魔术师来甲嘉福里堂互动，让每一位孩童感受到欢乐圣诞的气氛。有这个正确的是6只的举手，哎，6只就是7只的举手。好，正确答案就是6只，掌声鼓励一下。手机餐饮连续11档举办圣诞活动，就算近年来餐饮受到疫情的影响，嘛毋捌中断，而且选伫个12月温馨感恩的季节，甲嘉福里堂来同乐。一方面，因为过去家己嘛曾经受到咱嘉福中心的帮忙，现在事业有成，嘛特别回馈嘉福中心。我们今天举办这个嘉福的公益活动，那我们已经连续举办第11年了。那以前呢，我是嘉福中心的自立青年，那很感谢在年幼的时候，嘉福中心呢给予我许多的帮助。那长大之后呢，自己有这个能力可以开餐厅，也希望就是可以继续把这份爱回馈给小朋友们。那这个活动的用意呢，也是希望说小朋友们在这个很值得庆祝的圣诞节呢，可以得到一个很美好的回忆。那也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在社会上呢，还是有很多就是叔叔阿姨是非常非常关心他们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有机会呢，让这些小朋友知道，得到这份温暖之后，可以把这份爱跟力量呢，继续的延续下去。长大之后呢，也可以继续回馈社会。很开心在今天的圣诞节平安餐会里面，我们来到了我们的曾经陪伴过的自立青年雅琪，他所经营的一个很棒的一个餐厅，在今年已经进行了第11届的圣诞节平安餐宴，然后邀请了我们南台南嘉福中心现在所扶助的弱势儿童来享受这一个圣诞节的平安餐会。那特别在疫情当中，在这个疫情当中，嘉福中心所陪伴的弱势亲子，真的很不容易，也很辛苦。陈雅琪女士为了让孩童感受到温馨欢乐的圣诞节，更加号召各界的朋友做伙来募集丰富的圣诞礼物，让嘉福里堂嘛会用感受收到圣诞礼物的喜乐。台南新闻综合报道。